歡迎收聽和你看歷史呢一條片，我想講一個非常冷門嘅歷史課題，就係世界沐浴歷史啦。呢條片我就先講下日本嘅沐浴歷史，之後呢再講歐洲沐浴歷史，又或者東方沐浴史咁。呢條片我亦會講一啲我當年喺日本做交流學生每一日浸浴嘅有趣經歷嘅，咁可以話咧係一啲年青人嘅頑皮胡鬧歷史咁啦。咁首先咧，大家都有個印象嘅，日本人係一個非常喜歡乾淨嘅民族。咁到依家咧，仍然有好多日本人啊係習慣每日浸浴嘅。嗱，我想問大家，日本人係喜歡乾淨，然後就將浸浴變成生活習慣，變成日本文化，抑或咧調翻轉頭啦？日本人係因為喜歡浸浴，然後就演變成為中意乾淨呢？ OK， 馬上開估啦。咁其實咧，日本人最初咧開始浸浴啊，唔係為咗乾淨啊，咁唔係為乾淨為乜咧？係為咗驅邪喎。古代嘅日本神道教咧認為啊，人嘅身上有種污垢嘅，有種邪氣，總之啦不純潔，所以咧祭祀之前就必須潔淨身體啦。潔淨身體唔係 shower， 唔係沖身，唔係沖涼，而係咧 bath 浸浴。香港人呢就每日唔沖涼唔舒服啦。好多日本人呢，依家仍然係唔浸浴就唔舒服嘅。日本人最早浸浴唔係跳入浴池入邊浸嘅，而係咧跳入河流啊，跳入瀑布之下咧，用海水或者河水去浸嘅。呢種潔淨身體嘅浸浴咧，就叫做 Mitsuji 啊。Mitsuji 咧係源自一個日本神話傳說嘅。嗱，話說咧，日本神話之中有個創世嘅男神啊，個名叫做伊邪那岐。後來佢受到眾神之命啊，就同伊邪那美結為夫婦。咁後來阿那美咧生咗火神之後咧就死咗啦。那岐咧就落黃泉想揾翻個老婆，一時就唔小心犯咗眾神嘅天條啊。眾神從此咧就用巨石封咗黃泉之路，從此咧生者同死者再唔可以見面啦。那岐返回陽間啊，就必須去瀑布浸浴，洗去舊氣同邪氣，即係咧 Mitsuji 啦。唔知點解阿那岐 Mitsuji 嘅過程入邊咧，又生咗3個仔女，咁即係三貴子。三貴子其中一個咧就係天照大神啦。嗱，天照大神有幾重要呢？天照大神啊就係太陽女神，日本國旗日之丸就係天照大神嘅化身啦。日本皇室被視為天照大神嘅後裔嘅。日本嘅國徽啦就係菊花紋章啦，咁即係日本護照個花紋啦。呢個菊花紋章咧有16片菊花瓣嘅，就代表太陽盛放嘅意思，亦即係咧日本人就係天照大神後裔嘅民族啦。可以咁形容嘅，如果伊邪那岐唔去Mitsuji咧，就生唔出天照大神啊，就冇日本呢個民族啦。咁所以浸浴啊對日本人有幾重要咧？由呢度就睇到啦。浸浴唔係一種清潔行為咁簡單嘅，而係好神聖嘅。咁你可能會問啦，喂，冬天點浸啊？一樣照浸咯。冬天咪當係一種修煉咯。於是慢慢發展啊，日本人呢就將浸浴變成一種淨化身體同心靈嘅修煉。既然呢就咁神聖嘅，咁所以咧男女一齊裸體浸浴咧，亦唔係禁忌啦，反而咧係一種神聖嘅傳統。所以大家睇好多日本嘅古裝武俠片啊，經常有啲主角咧就浸喺瀑布之下練武嘅，咁大家就以為呢啲場口咧淨係想表達主角型嘅啫。嗱，事實上除咗型之外咧，其實係想表達一種神聖同修煉嘅。好啦，咁去到咧公元6世紀，佛教就傳入日本啦。當時日本嘅佛教咧有個觀念嘅，就係浸浴咧可以除7病得7福。所以日本啲寺廟咧就開始興建浴室啦，甚至有蒸汽浴添。於是咧日本人淨化身心就可以頻密啲同舒服啲啦，就唔使天寒地凍啊，去河邊或者瀑布浸浴啦，去寺廟啊就已經有得浸啦。大家諗下啲老和尚啊，老遠去河邊海邊浸浴喎，喂，真係都幾辛苦噶。跟住咧嗰啲寺廟嘅浴堂啊，又同時開放埋俾平民使用啦。點解要咁做呢？好簡單啫，就傳教咯，同埋需要啲平民嘅香油錢，可以咁形容嘅係寺廟經營緊公共服務。喺寺廟入邊嘅浴堂，男女同浴，好自然嘅，亦唔應該諗到咩性幻想。嗱，呢個時候咧，日本嘅寺廟浴堂咧，仲發展出近似現代桑拿嘅蒸汽浴添。
喺鎌倉時代啊，即係大約中國南宋時代啦，越嚟越多平民去浸浴，寺廟嘅浴堂咧已經難以應付需求啦。咁而且講到尾啦，寺廟嘅位置始終啦都冇咁就腳嘅。咁於是咧又衍生出一種收費浴堂啊，即係咧所謂錢湯啦。錢咧即係錢啊，俾錢咯。湯咧即係熱水，咁即係浸浴嘅意思。好多其他國家嘅遊客咧以為錢湯咧即係溫泉。其實咧係誤會嚟嘅，錢湯嘅熱水只係自來水或者地下水加熱啫，溫泉咧就唔同啦，溫泉嘅水係有礦物成分嘅熱水。嗱，錢湯咧一直發展到江戶啊、明治時代，甚至二戰之後仍然都好流行嘅，因為以往日本社會唔係每一個家庭啊都有熱水供應嘅。好啦，咁去到江戶時代啦，咁即係大約中國明朝萬曆皇帝嘅時候啦，日本嘅浴堂咧仲係男女同浴嘅。咁我前邊就講過啦，喺神道教眼中，男女裸體同場浸浴就冇咩問題嘅，天照大神都係咁生出嚟噶啦。嗱，其實德川幕府嘅時候咧，都試過下禁令嘅，禁止男女同浴。咁但係當時嘅日本人咧，睬你都傻啊！各位大家諗下，日本人又點解咁抗拒男女同浴嘅禁令呢？開估啦，好簡單啫，經濟問題咯。如果男女分開浸浴，咁即係點啊？即係嗰啲錢湯咧要搞多一個場咯，一個男仔一個女，咁即係咧經營成本就高咗啦，亦即係啦消費者要俾多啲錢，所以平民百姓咪睬你都傻咯。嗱，不過後來去到明治時代啦，咁即係大約清朝同治年間啦，好多外國人就去日本，見到男女同浴咧就大為震驚。西方啲傳教士咧就出現好多嘲笑同批評嘅聲音啦。西方嘅報紙就形容日本咧係一個野蠻嘅國家。明治天皇咧為咗推行全盤西化啦，推行明治維新啦，就決定咧禁止男女同浴啦。嗱，起初一樣出現好大嘅抗拒嘅，咁後來終於啦，大致上就成功執行到男女分開浸浴啦。其實咧，日本人去錢湯浸浴啊，就唔知放鬆同清潔嘅，更重要嘅一種功能咧係去傾偈。兩公婆去浸浴就傾下啲家事咁啦，幾個男人咪傾政治傾生意咯，男男女女講下是非啦，講下八卦嘢啦。長輩咧去教訓下啲後輩。原來日本人又視浸浴為一種保健治病嘅習慣嘅，咁所以日本咧有湯治呢個概念嘅，咁即係浸熱水，特別係浸溫泉咧可以治病啦。古代嘅日本人咧為咗治病啊，會去溫泉區住幾個月，日日喺度浸，就希望治好個病咁。咁另外啦，日本戰國時代嗰啲武士咧十分重視浸浴嘅，因為浸浴咧就可以令佢哋嘅傷口避免感染。以前如果一旦傷口出現感染咧，分分鐘就冇命噶啦。以前冇抗生素噶嘛，傷口一發炎隨時咪死得咯。喺中世紀嘅歐洲咧，貴族可能一年啊先至浸浴一次嘅。喺日本咧，一個武士一個平民可能一個星期可以浸2-3次浴噶。一直去到二戰之後啦，1960年代啦，仍然咧係錢湯嘅黃金年代。咁當時日本全國啊有超過18000間公眾浴堂啊。不過慢慢啦，日本發展到每一家人都有浴室啦。咁通常咧有個細細地嘅浴缸咁啦。日本人咧認為浸浴啊係返到屋企安全同放鬆嘅意思。咁所謂乾淨咧反而係次要嘅。有啲日本人工作到好夜啦，哇攰到死，返到屋企仍然咧浸佢半小時喎，寧願就瞓少半粒鐘。對日本人嚟講咧，沖涼係清潔，浸浴先係真正休息。我相信咧好多香港人就未必接受到日本家庭一浴缸嘅水係全家浸嘅。首先咧就父親先浸啦，然後就母親，之後咧就仔，跟住到個女咁。總之就係同一缸水輪流浸。日本人咧認為浸浴前啊已經就沖咗身啦，理論上個人已經乾淨咗噶啦，咁所以一缸水全家人一齊浸咧就冇問題嘅。其實咧依家浸浴嘅水啊，比日本古代就已經冇咁熱噶啦。江戶時代啊，日本嘅錢湯嗰啲水咧可以去到48度攝氏咁高溫嘅，對外國人嚟講簡直咧係煮得熟嘅人啊！早年啲洋人去日本試過浸浴啦，浸幾秒已經頂唔順噶啦，好多呢啲例子喎。咁所以明治時代西方人對日本浸浴咁多批評咧，係有佢哋嘅原因噶。
今時今日咧，公眾浴池水溫咧已經冇古時咁高噶啦。咁但係咧就出現另一個新嘅問題喎。咩問題呢？就係紋身啊！日本傳統啦，有紋身嘅人十居其九就係黑社會。呢一點相信大家都知道噶啦。咁所以好多錢湯咧係禁止紋身人士入場嘅，因為如果唔禁止咧，分分鐘幾個字頭嘅幫會咧喺浴室入邊開大片，咁啊大鑊，咁跟錢湯就唔使做噶啦。而日本黑社會通常亦都好識做嘅，好少咧夾硬嚟嘅，因為冇理由你又收人保護費又去搞亂人哋個場噶。咁但係依家咧，全世界紋身就變成非常普遍啦。誇張啲講，歐洲社會有紋身嘅人隨時多過冇紋身嘅。我喺英國嘅健身中心咧，白人啊幾乎90%有紋身嘅，男女都差唔多，好多咧就大面積嘅添。黑人啊同棕色皮膚反而少啲，亞洲人啊大約2%到3%有紋身啦。於是日本嘅旅遊區有啲浴場啊，成日為咗禁止紋身人士進入呢個問題咧，就同啲外國遊客出現誤會啦。而作為西方遊客，又真係想體驗一下浴場浸浴個感受喎。啲洋人咧又真係唔想喺酒店浸浴缸噶。咁我前邊講啦，今時今日好多日本人啊已經可以喺自己屋企就浸浴啦。嗱，不過咁有啲基層嘅社區，有啲人屋企仍然係唔可能有浴缸嘅。咁所以出街浸浴亦都好平常啊。於是，一到黃昏咧，有啲浴場附近就會泊滿晒單車啦，一大班阿叔咧就湧去浸浴啊，順便吹水咯。嗱，我相信咧好多人都聽過風呂啊。咁風呂又係咩呢？其實古代嘅風呂咧係指蒸汽浴，又或者桑拿浴啦。總之啦，用啲燒熱咗嘅石頭咧產生蒸汽，就逼身體排汗咁。咁但係今時今日咧，風呂只係指一般浴室浸浴啫，又或者戶外浸溫泉啫，就已經咧同蒸汽浴冇乜關係啦。2024年，日本網絡上有人提出不浸浴運動喎，咁即係嫌咧浸浴麻煩啊。提出呢個觀念嘅人咧，通常啲年青人啦。其實呢一點咧，亦係可以理解嘅。咁依家係 AI 年代啦，越嚟越多人咧係宅男宅女，佢哋咧上網就已經有大把方法放鬆啦。依家年青人上網係睇 TikTok 超短片嘅，你叫佢哋平平靜靜喺浴缸入邊浸10分鐘喎，喂，真係攞佢哋命啊！咁另外亦有一點大家冇諗過嘅，之前咪 COVID-19 疫情嘅，咁亦係衝擊日本嘅浸浴文化噶。點解疫情都影響日本浸浴文化呢？係咁嘅，疫情期間啦，公眾浴場咧當然就關閉啦，好多家庭咧為咗安全啊，都只係咧沖涼啫，大家都唔好浸浴啦。咁所以年青人體驗過唔浸浴喎，多啲時間上網嗰種樂趣啊，就更加覺得晚晚浸浴好困身啊，好嘥時間，於是就更加強化不浸浴嘅聲勢啦。OK， 嚟到呢度我就想講下我喺日本做短期交流學生浸浴嘅經歷咁。嗱，當時咧係80年代初。我哋一班香港學生咧就被安排入住一個好大型嘅國際青年旅社。呢個國際青年旅社咧前身係1964年東京奧運選手村，依家咧嗰度地方啊已經拆卸咗啦，改為公園噶啦，拆咗好多年啦。咁我哋住個宿舍咧係一棟4層樓高嘅平房，就有啲似咧香港石崗軍營宿舍咁上下啦。嗱，我最記得嘅，我住我樓下咧係一班以色列學生，我就識得一個25歲嘅以色列男仔，佢25歲已經就快讀完博士啦。咁我就問佢讀完博士啊有咩計劃啦？佢就話讀完博士就去當兵，仲唔係短期兵役添，而係咧諗住長期當兵嘅。咁我當時咧都真係有啲愕然嘅。好啦，咁沖涼又點呢？就要去大浴場啊！咁即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浸浴池啦。咁事前已經好多日本同學啦，就提醒我哋浸浴嘅規矩嘅。我就一早知道噶啦，要先沖身，然後再落去個池度浸浴。咁沖身呢，其實就坐喺張膠凳仔上邊，就用花灑啊、水喉啊咁沖涼咁啦。我哋一班香港男仔咧就未試過咁嘅場面嘅，起初又好奇啦，其實亦有些少壓力嘅。好啦，咁去到大浴場喎，一入去真係嚇咗一驚。咁原來呢個大浴場咧，每個浴池啊都籃球場咁大嘅，仲有幾個池添。咁然後入邊咧乜嘢顏色嘅人都有，亞洲人當然係多啦，白人、黑人都唔少嘅。
身形又點呢？高矮肥瘦全部有齊。我第一眼望入呢個大浴場呢，真係貴為奇觀嘅。日本人呢好乖嘅，通常呢就用啲毛巾遮實要害啊，落晒個池呢先收翻起隻個毛巾嘅。其他膚色又點呢？多數都守規矩啦，都係咧用毛巾遮住啦，先落池浸咁啦。嗱，當然亦有啲唔同膚色嘅人呢，遮都費事遮噶。我當時咧就同啲香港同學講笑啦，我就話某啲膚色嘅人啊係我哋嘅3倍，佢哋使乜遮呢？我啲同學就話：喂，你有冇咁誇張啊？總之啦，無論如何咧，第一次去大浴場浸浴之後，我嘅理論，我嘅啟發就係呢個世界咧，乜人都有，高矮肥瘦長短，乜嘢形態都可以同時存在嘅。呢個世界永遠有人高過你，亦有人矮過你。所以如果一比較咧，自然有心魔啦。你一有心魔，你個人咧睇任何嘢個眼光自然就狹窄咗。嗱，反而咧你唔好特登去比較，做人反而舒服喎。所謂自然界咧，從未顯示公平嘅。接受到依家存在緊嘅你就自由啦。嗱，好啦，咁浸咗幾晚啦，我哋就開始上癮，亦越嚟越大膽去玩啦。例如點呢？沖完身遮都費事遮，咪直接落池咯。因為咧唔想整濕條毛巾啊，事關咧用一條濕嘅毛巾抹身，其實好麻煩嘅，扭極都唔乾，點抹得乾個身呢？所以我前邊就話啦，冇比較嘅心魔咧，你就乜事都冇噶啦。整下整下咧，我哋一班香港學生仲玩到四圍去換池添，浸完 A 池就再去浸 B 池咁。其中有一次咧，有個同學個眼鏡就唔小心跌咗落池喎。咁呢個同學咧就用隻腳出去揾翻個眼鏡啦，但係揾極都揾唔到。其他同學唯有咧幫佢手啦，潛入個池底幫佢揾啦。結果咧就引來全場注目啊，以為我哋有啲不雅動作咁，就搞到我要馬上解釋喎。當然人哋睇我哋咧亦係睇人哋嘅。喺大浴場入邊咧，我真係見到好多日本嘅長輩啊，係不停喺度教導啲晚輩嘅。嗰啲晚輩咧又好用心咁聽嘅。我心諗啊，如果喺香港咁樣俾人教導，咁樣俾人教訓，喂，真係啊冇乜人頂得順嘅。但係咁我忽然間又明白到，可能浸浴嘅時候啦，大家都放鬆啦，可能啲晚輩抗拒感少啲，咪頂得順咯。而亦可能一啲長輩亦比較容易講出真心話，可能講嘢冇咁含蓄啦。大家明白啦，日本人講嘢有時真係含蓄到你唔知佢到底想點嘅。我成日話嘅日本人正正式式講一句撈，即係點解咁難嘅呢？好啦，咁今日呢條片就講日本浸浴嘅歷史，稍後呢我會再出片就講下西方嘅浸浴史嘅。咁如果大家覺得呢個課題有興趣嘅話，請你通知我一聲。各位記得訂閱和你看歷史，拜拜。